講到這幾多年前呢，這下黨派立委涉嫌受人訛洗案件，這泰流公司前董事長李興龍為着要摕到這所購百貨公司的經營權，互指控講，伊用這幾多百萬到上千萬來甲立委訛洗，這立委呢來施壓到這經濟部的官員。專案今仔日2審宣判，涉案的前立委蘇貞昌含廖國棟，依持10年含8年6個月判決。不過這一審判有罪，現任的立委陳超明含時代力量前黨主席徐永明，第2審的時陣是該判無罪，專案還閣當上訴。面對媒體鏡頭表示，總算會當許喘，捲入涉貪風波的國民黨立委陳超明，紅指控講收烏錢100萬，本來1審紅黨判7年8個月，不服提起上訴，結果逆轉判無罪。大概6年時間啦，可以說歷盡滄桑，受盡折磨，心生憔悴。今天聽到宣判無罪，雖然是遲來的正義，但是上天終於開眼了。當來看這個官商鬥空的風暴，太平洋流通的前董事長李興龍為着要搶所購百貨經營權，涉嫌請託和訛洗真儕立委，以質詢和幫助召開公聽會這方式，對經濟部的官員施壓，而且用立委的職權來推動修法。不過2審認為陳超明就算有打電話給經濟部，要求官員參加公聽會，但無法度證明和李興龍託人交付的政治獻金有對價關係，袂當直接來當作是訛洗。這樣判決的結果，法文簡單回應。時代力量的前黨主席徐永明2審同款是判無罪，關鍵在合議庭認定照現有的事證，無法度證明因為李興龍同意提政治獻金做報酬，而且答應協辦公聽會，才派認定構成具有訛洗。時代力量一貫的立場是尊重司法，如果最終判決無罪確定，那社會自然要還他公道與清白。涉案的民代嘛有民進黨的前立委蘇貞昌和國民黨的立委廖國棟，在上訴了同款是有罪。2審認定蘇貞昌貪污的金額是高達2580萬，閣不主動甲對方討錢。廖國棟是收620萬的賄款，較貪污的無違背職務受賄罪，為此1審判10年和8年6個月。何其任適用法、量刑及沒收均無違或不當，因予為實。蘇正清、廖國棟上訴否認犯行，並無理由駁回。不只是重，有的根本就無理啊！我會跟律師再討論。專案訛洗李興龍早就在前審內面認罪，轉做污點證人，1審紅判假罪，但說是引發這件史上上大的下黨派立委集體涉貪案的關鍵，專案閣會當上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